依萍，要帮你把户口一起迁过来吗？依萍，我将你嘅户口穷下駛過來嗎？依萍，我將你嘅户口窮下駛過來嗎？是的，再麻煩你。係啦，真麻煩你。係啦，真麻煩你。我看一下哦，是從台北遷過來。我讓一下哦，係對台北駛過來係嗎？我讓一下哦，係對台北駛過來係嗎？是啊，係呀，係呀。你要遷到享學街6巷8號。你愛駛到享學嘅6巷8號。你愛駛到享學嘅6巷8號。沒錯，冇唔錯，冇唔錯。我先影印一下身份證。我先讓印一下身份證。我先讓印一下身份證。我幫你將資料通報到稅務和地政機關。我先讓你將資料通報到稅務和地政機關。我先讓你將資料通報到稅務和地政機關。以後每年的地價稅、房屋稅、監理站燃料稅等相關稅單都會寄到新的地址。好啊。下禮拜當年嘅地價費、房屋費、監理站嘅燃料費等相關費單都會寄到新嘅住所。好啊。下禮拜當年嘅地價費、房屋費、監理站嘅燃料費等相關費單都會寄到新嘅住所。好啊。請你看一下，你要從台北遷到享學街6巷8號，沒有問題的話，就請在這裡簽名。你讓一下，你愛對台北駛到享學嘅6巷8號係冇問題，就請在裡簽名。你讓一下，你愛對台北駛到享學嘅6巷8號係冇問題，就請在裡簽名。新式的戶口名簿是直式的，你可以選擇有詳細記事的戶口名簿。新式嘅戶口名簿係直式嘅，你做得選擇有詳細記事嘅戶口名簿。新式嘅戶口名簿係直式嘅，你做得選擇有詳細記事嘅戶口名簿。結婚日期、小孩出生日期資訊都會印出來。結婚日期、生日出世嘅日子呢度資訊都會印出來。結婚日期、生日出世嘅日子呢度資訊都會印出來。如果不需要那麼多資料，也可以選擇簡單的，就是記事省略，只保留你本人的資料。係講唔是按多資料，也做得選擇簡單嘅，就係記事請保留你本人嘅資料。係講唔是按多資料，也做得選擇簡單嘅，就係記事請保留你本人嘅資料。簡單的版本就可以了。簡單嘅版本就做得咧，簡單嘅版本就做得咧。好，那稍等一下。好，家愛等一下哦。好，家愛等一下哦。最近阿公的果園工作很忙嗎？你查問阿公果園嘅事，當無限係嗎？你查問阿公果園嘅事，當無限係嗎？公公婆婆雖然忙，但是很開心啊。家公家娘雖然無限，唔過當歡喜啦。家公家娘雖然無限，唔過當歡喜啦。滿山種果樹，不必擔心沒有收成。所以我們結婚後就回來家裡幫忙農作，老人家都很用心在教我們呢。故事種到滿山講，唔驚年生房，所以我哋結婚了後，就暫不下停手耕種，老人家全當用心教我哋呢。故事種到滿山講，唔驚年生房，所以我哋結婚了後，就暫不下停手耕種，老人家全當用心教我哋呢。那太好了，這是你的戶口名簿。
跟你留个联络电话。该同好啊，你係你嘅户口名簿，讓你留着聯絡電話。該同好啊，你係你嘅户口名簿，讓你留着聯絡電話。0123456789，本日234567889，本日234567889。好，0123456789，这边请你签名。本日234567889，李維請你簽名。本日234567889，李維請你簽名。户口名簿加上更換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份，總計規費是230元。户口名簿、個人版嘅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份，總下規費係230元。户口名簿、個人版嘅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份，總下規費係230元。請再稍等一下，新身份證很快就做好了。請確定一下，新嘅身份證當家就會冇好。請確定一下，新嘅身份證當家就會冇好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是夢，好，是夢。這是你們的新身份證。你係你的新嘅身份證，你係你的新嘅身份證。你看起來很漂亮哎。你看起來也很帥啊。你養起來真正誒。你養起來也當面到啊。你養起來真正誒。你養起來也當面到啊。這樣就辦好了嗎？娘就辦好了係嗎？娘就辦好了係嗎？是的，恭喜你們嘍！嘿，恭喜你哋哦！嘿，恭喜你哋哦！